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观众朋友，你敢知影立法院昨仔有开机？国家大政的心脏，咱就唔通互伊定去。但是预算的巨效是乱糟糟，啊，阁有3党优先法案来收钱。到底这出戏要放啊当时？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3位资深媒体人谢浩日，大家好，大家安。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陈明峰，主持人、大家观众大家好。那么咱来看，昨仔立法院新会期开机了。邀请到行政院长杜英台到了立法院来进行着施政报告。不过国民党立委一开始就先阻碍，后来有互伊上台报告。杜英台也讲到总预算的争议，先增加的这个项目呢，敢拢要做吗？无一项，那是倒一项是较无重要，会当来先散题，或者是来烂耍呢？啊，若是行政院拜四，敢会提出复议呢？杜英台无表明，敢若表示呢，讲会用合法、合宪的这个方式来做救济。行政院长杜英台一上台，就互国民党的立委抵制，民进党的立委赶紧反制，话讲要开会，场面真乱。杜英台敢若会当先转去伊的位，立法院长韩国瑜出面依市场面，抵制行动无10分钟就结束。杜英台重新上台做施政报告，强调国内有5大要紧的问题：人口对策、拍诈骗、反毒品、人才人力、稳定物价、甲能源转型。不过，雄雄讲到总预算案的争议，然后再经过大幅的删减，我们的今年预算就会比去年少，6度的预算都在增加，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的预算却必须要比去年少？难道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都不要做吗？哪一项不重要？总预算的局面要被解决，外界预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可能伫27行政院会。不过杜英台敢若回应，搁咧研究合法合宪的救济，也向朝野话声讲，团结比啥拢较重要。不过到施政的这阵，总预算案搁正做哪位甲杜英台对下的话题。去年互你80块啊，有鱼有肉啦。去年互你100块啊，恁大家咧办倒啦。今年互你102块啦，你讲无钱买有钱纸，大家咧骗吼。情绪性的谩骂吼，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合理的跟你做政策的讨论。您认为您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院长？来，最富裕的院长。富裕？富裕啊？哦，富裕啊。复议最多的院长，您是史上最难为的行政院院长。因为立法院的新会期，那也讲要推民生法案，话声讲兴护劳工7天假。不过杜英台表态讲，固定假日几天的调整必须要对国家有意义，才会当采取全国一致的原则。也希望以社会付出成本上低来增加，会当公开理性讨论。那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希望维持即卖的状况，强调劳基法规定的工时已经和军公告同款，制度要建立，要有共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睇看到这个新闻内面哦，大家议论纷纷啦，是讲哦，杜院长是上什么院长哦？还是讲哦，有人讲上歹做，也有人上福义啊，还是讲哦上正义。不过哦，我感觉哦，这内面还佫有一寡吼，即马大家伫赖的这个群组顶头，有拢有收到这个图卡，这图卡就是行政院税贴，迄税贴顶头吼，来，迄税贴顶头就写讲吼。立法院的散地的总预算哦未宣读，两院的计算数字拢斗袂离，哦，这是上头一个。但是其实哦，如果若好好啊开议了后，看你上好是规矩吼，一项啊一项，大家来加预算也好啊，追加还是来散地，安尼就一项啊一项哦，照顺序来做，其实是有可能啊，佮甲桥转来了，哦。这是咱顶摆的看，不过即摆还有优先法案，这优先法案大家都有当啊填啊。
先吼，这老先讲吼，邱老师你来预测一下，这敢有通好好啊坐落来讲呢？尤其外面还搁咧插讲要罢免。应该是安尼讲，照理来讲，尤其是阮甲政治学的，阮对阮的理论来讲，应该是会使一条一条来讲来请大家来讲理嘛吼。国会应该是一个说理的所在啦，唔是咧小演小拍的所在嘛吼。照讲是安尼，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无几个国家会在做到讲大家拢真理性安尼啦，哦。所以即马调野关系，即马讲起来，环境无讲真好，不管是在调的还是在野，拢共款吼，两边咱用国语来讲叫做剑拔弩张。啊，这个赖总统有这个意志协调。有是啊，有啊，伊嘛是想要协调啊，然后佮讲一句话，我到即阵还记会记的，讲菩萨为因哦。众生为果，对无？哦，但是呢，咱讲起来，情况并无改善嘛。就过去这差不多2礼拜，这个会期要正式开议嘛，靠开进程到这阵为止。闹7分钟应该是真站站。比较早，咱讲实在话是有较站站，这拢有影吼。但是调野关系并无好。你看头拄调研台调研长甲小富吼。因两个咧搭嘴鼓，你就看会出来嘛。迄警察无销量尔啦，吼，大家佮保持一个表面的一个尊重安尼尔嘛。所以因为这调野之间的关系无好，大环境嘛无好，伫这个状况之下，要一项来瞧，基本上我无遐乐观，我无要讲悲观啦吼，但是我无遐乐观哈，尤其即马。旧的还要解决，旧的是啥物呢？就头拄咱有讲着吼，钟义胜吼，头拄小富甲对面咧吵的嘛是钟义胜100块啊200块，迄个拢是讲着钱嘛，迄拢讲政府的预算，迄是顶会期的代志啊。但是我预算啦吼，应该是。行政院获益的可能性真悬吼，头拄调院长家己嘛讲啊，大家看影片有看到嘛？哦，伊是最富裕的内阁嘛，吼最富裕嘛，吼，就是上富裕上济、上高富裕吼。咱到即阵，这届你看伊即马是第3会期，哦，顶2个会期，各有一个，拢有一个副议案。这个会期就是总预算，我看是副议的可能性。真大真悬，所以旧的争议袂了，佮即马新的过来，新会期嘛，新会期一定有新的法案吼，又搁是3党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时搁咧亮搁咧吵，即马为下一会期第4会期吼，搁可能又埋下复议的种子啊，有影是安尼吼，迄就是连续几个会期。每一个会期都有复议案，所以你看起来你会乐观袂？无法度乐观啦。不过那是依照现前惯例吼，我要请教蔡老师吼，那是一直福议吼，到上尾总预算就是照依照过去的这个方式来执行嘛吼。如果那过去有一直咧执行的预算案的可支目，你就开始会当用，其他来新开的就袂当用嘛。那是最歹的情形，应该是安尼吧？毋是最歹的情形，就是伊甲副议案拍好决掉。好决嘛，就是讲，我原本有通过的迄个预算，就照迄个。对，迄个是啊。嘿，即摆问题就是讲，行政的意思就是讲，我送互你副议等于了，你当重新考虑，吼。这骹手你都已经甲剁掉啊，即摆互你一个机会甲接转去，吼。你足简单咧，你甲接转去，伊用啥物加减？即个对加减的预算吼，迄法律规定毋是安尼用啊，迄是讲预算你开无够，吼你来追加，啊是讲你有因为法律改变，啊你预算无法度，啊你来追加，毋是用即个条文。但是国民党的意思就是讲，你着全部送转来，我一项一项看，对一项我要加要减，吼，啊是讲到时我会甲你恢复，我甲你冻结的部分我甲你恢复，吼。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真吼外口拢已经你落车咧出招啊，就是烽火拢遮倒啊！你是毋是爱
做一解处理，唔是对国民党会较好吗？比如讲，你也感觉讲，合理的你抬，哦，啊，那迄个抬了有较含的，业务费有95%的啦，啊，嘛有迄个一半的啦，哦，这无合理的部分，哦，你是毋是讲会当有理由，哦，你提出来，唔通无理由，哦，啊，伫遐一直抬，啊，抬到血流血滴，啊，结果咧，即马烧着恁家己嘛，哦，即马烧着恁家己是安怎？因为恁民的是嘛讲啊，我互你权利，但是无代表你会当黑白用呢，吼，啊你都一概解决你无爱，你讲话卖富裕啊，安尼是下民主呢，啊结果事实你去造成的呢，吼，你带头去动这，啊你去拜托总统讲吼啊，卖罢免啊，卖罢免，好啊，安尼是毋是你家己主导迄几个，你甲民进党罢免，你就是讲啊无卖罢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啊，吼，你家己爱思考是啥物原因，这是上重要。阮有接受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吼，是一个信息，一个信号啦。伊就讲吼，你拜托的，不分区的这个委员哦，你讲话较杂杂的，唔通伤超过。这朱主席头一摆讲甲安尼较温和的一句话啦吼，啊，但是唔知什么意思，这我是唔知，是唔是代表着讲国民党开始也要较向中间来刷位？因为咱来看吼，其实这个行政院所提出来这税贴吼，内面有真济，譬如讲删减啦、冻结啦，集中在特定的机关啦，就相对着总统甲行政院吼，啊，佫有冻结的，啊，佫有东山会啦吼，这有伊主张，这咱就莫讲，啊，监察院应该占伫96.5%啦，啊，像这种就是剩基本的人事费，可能连电话钱都不一定有啦，哦，这应该是会当较合理的、较理智的来处理吧，或是？我先解说一下，这个总预算即马吼，即马这个版本吼，行政院这所提就较正经啦，吼，无甲你讲什么护照袂当办啦，什么话无，这内底就下物件就较实在啦，吼。啊，不过你看，伊遮有一个冻结甲删减，你这两个是两回事啦，无共款啦，吼，两回事啦，吼。我先讲这个抬了有济无？吼，我解释互大家，这个抬2075亿嘛，吼。啊，中央有1000亿是台电呢，吼，迄个行政机关做代志无地带，国营事业无共款啦，嘿。中间再有939是统三，吼。那毋过你变讲话，抬差不多100万亿尔，对无？吼，实际上倒一个项目互伊抬100万亿呢？啊，即摆问题出咧大，啊，这所提嘛有写嘛吼，我什么出差费啦，吼，我的办公室清洁啦，互你抬掉，吼，因为统三就是啥物件，就用你有我嘛有，吼，大家拢共款，吼，讲较白，吼，公务员吃喝拉撒睡啊，吼，你出去考察，你搭坐啥物车，吼，你做地办公室的租金、电话、水电，吼，原来你可能冷气，吼，开28度，吼，你今年抬，你可能无法度，无得吹冷气啦，吼。就是讲，伊这伤的是伤在遮，唔是讲你倒一项业务你即马无通办，是讲公务员会变得足困难了。你可能我讲较歹势，你可能还卫生纸恁都无，吼啊！即马抬了这是安怎？原来吼，以前那吼统三差不多一般来讲差不多100到200亿尔，吼，国民党即届甲你抬到939的时阵。吼，你就真正是火气啊！吼，但是趣味呢，伊啊个写讲哦，我甲你抬无够哦，啊你爱家己抬哦。我来讲，伊这个统三本来就是安尼，统三就讲我一个数字啊尾啊要抬出来，所以尾啊，即马主计处甲你讲，甲另外人讲我对袂起来，吼我对袂起来，这里就讲之前有些部会在讲哦，啊你民众你这个受影响，迄个受影响无？吼，是公务员坐伫遐的人，影响上大。吼但是国民党唔咧三法，真正抬过头。我讲真正吼，所以对袂起来。吼，要毋过即马就讲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安怎解决？你即马互伊吼，你复议下去，吼，只有全部接受跟全部否决，内底是别当调的哦。吼，你就讲规包的我拢接受，啊规包的我就否决。所以为怎样韩国有甲你讲？
你卖复议啦，你提追加减来。依照法条，这种状况是真正袂当追加减。要毋过民国91年时阵就出现过一届，有这特别啦。迄阵就是讲，迄阵就是嘛是国民党迄个抬啥？抬税入，税入抬过头。税金啦。你税入抬了对，你税出来该跟着调整。尾啊就是讲，行政院讲我只要无多，尾啊就两院做出协议，互你追加减来。迄阵时间董辉做院长哦。唔是啦，迄阵唔是啦，张俊雄啦，应该是张俊雄，应该张俊雄。2002啦。迄阵就是讲你即马那是要解决问题，你是存这尔嘛？你讲你复议讲国民党讲全部拢接收，伊面对，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全部接受你是讲大家都全部重审一次，都新人各位。较有可能，所以就即摆来讲，即摆是看行政院尾仔会提复议无？因为迄阵五院会商的时阵，迄阵韩国瑜就讲我，就提供你卖追加，你卖复议提追加钱。嘛有人提楼梯来咧。迄阵的时阵，就是讲左荣泰就坚持讲，无阮现在学生过来看安怎处理，迄阵知影都换团队嘛。尾啊是左荣泰先去找韩国瑜，搁去请王金明出来，尾啊讲好，大家来协商，结果柯建明甲破去啊，用破去啊。就讲即摆你看到柯建明甲左荣泰这两个人的想法是无立场是无共款的。你即摆是讲到底是这会期是柯建明讲的罢免会期，也是讲左荣泰即摆搁想讲有一寡真做代志，你即摆罢免了，9月啊，你左荣泰即马你的预算该让它动到9月，所以讲即马是讲你敢有要解决问题？你要火车对撞，夹心饼干就左荣泰嘛，对不？老柯敢有差，傅昆萁敢有差，是左荣泰你下唔知要安怎我讲？何是你安尼问吼？我有差啦。对啊，所以我拄仔问你嘛，我拄仔问你讲，看到心情足歹。我拄仔开始时，我问你讲，你公司行台偌济嘛，对不？就讲，你这来讲，公司台偌济我无关系。就讲，你嘛袂讲台甲你公司会关门，袂嘛，就讲。公务员也做到这状况对咱委员对阮袂歹，你唔常常来上阮节目啊，即然我无讲你歹话但是我头下就问安尼，想要摕楼梯来啦？唔是啊，我甲你讲，即届立法院审预算太偌济，我唔知啦，太偌济。你唔知啊？即摆无人知啊。连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嘛唔知。因为伊送出来无一个具体数据嘛，那依照对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是推崇备至的，伊几乎可以跟这个主计处相比，可是他这届连预算到底省偌济钱，伊拢算袂出来。算袂出来的原因就是你删减的时阵，你有一寡字拢无写，所以你唔是干那。一寡字拢无写。对，就比如讲，你早要并委员会删减数额时，这届字就无写，所以你委员会删一本，院会搁删一本时阵，立法院幕僚是唔敢甲你修改啦，因为这有授权文字嘛，所以伊无办法好计算嘛，伊这主要是伫遮嘛。所以伊只好甲规个撸出来。对啊，撸出来，因为伊用加减嘛，过来就是讲。你加一句袂用留用，以早拢会用留用嘛。留用你纯正监察院删到剩95%，你知影因咧？不是剩90%，是剩。就删90%，剩5%。你知影？业务费。对。你知影因咧司机啊，正拢叫因刷要加油钱的时候，先给你刷卡，然后摕一个欠条给监察院，以后再补。这就说。你家己立法院你删这预算的时阵，你有没有合法？然后再来说，院会你在统删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相关？有没有？譬如说，今日行政院讲一个外交部，你重复删减一个预算3次以上，删到负168万这笔预算的时阵，你立法院唔免开会，家己去
去修理一下吗？啊，你这规本拢安乱七八糟，你叫人是要安怎加？啊，你搁叫人卖复议，无你家己立院长才提复议啊，没有保盖那个复议嘛。 迄早就时间过啊啦！啊，所以我就讲，所以我来讲，你当初就爱处理啊嘛。啊，你这个搁叫人卖提承认伊的复议，啊你违法保分，连法院不了嘛。你的主张要安怎？要按这老推要安怎？我来讲，你老推就行政院复议，你参复议的时阵，你嘛免讲减偌济啊，你甲你。 法律的用词可以合并的东西删减嘛，修了，那可以啊，那过，那你复议干嘛？你复议干嘛？你会计法复议成功也是可以改的，不，你复议干嘛？在会计法复议成功是顶来哦，来，是顶来哦，来，是登来啊。 一定是顶来嘛。对啊，顶来你别但是，好，来两位，我即摆想讲吼，若要顶来哦，我看到目头壳疼呢，安怎？你就烦恼啊，无一定这届公司无删掉，该删搁抬落啊。你唔拿卡车呢？我卡车要省嘅。我讲这么严重啦，你就稍微修就好啊。公务部门来了，错咧蛋你唔免真诶顶来啦，你就甲你违法部分删，你这是立法院。 我感觉吼，违法啦。免吼，但我的感觉是讲吼，有当时我嘛有看过，互伊吼，那互伊也是安怎，其实来拢是安尼，大家演的吼，啊，大家讲好，啊就规房个。啊，你上好啊，对无？啊，无你这样个提视线个等来嘛，是说顶来啦。总预算无通视线啊！我讲，即摆有问题是讲你若是互伊了。 吼，你那互伊了？你唔是大法官，你那来，民众小等，互伊讲完，互伊讲完，唔是啦，你要拖到视线总预算已经执行了，我来讲，你拖视线你要拖半年。唔是，我即摆搁一张来啊。要不要做？来，两位，我即摆搁一张来啊。立法院新会期要拼优先法案啊！哦，我讲到大家真振奋啊！哦。 伊个民进党电业法啦、人工智慧基本法啦、人才即个雇用法啦、土约个专法啦、国民党哇普发现金啊！我刚看了这普发现金哦，这可能来补1、2礼拜啊啦。哦，可能唔啦，可是搁一个法令延压，吼，法令延压，甲。 要互劳工固定假日，哦，这看起来呢真济。劳工这可能较好解决啦，较无争议，较无争议，应该劳工的头家人应该是。但是有一个可能会有代志，我唔知民众党会提无，就是工会法修正案啦，哦，要允许警消、警察甲消防人员啦，做工会，哦，这条可能，若真有提出来。 可能会有争议。无，老师，搁一条哦，不在籍的投票咧，不在籍投票。我刚才母这吼，刚才母这条，我看，这。大家我莫讲，我讲不在籍投票就好啦，吼。我对民国85年开始到即阵为止，我差不多每一年拢有讨论这条法案啦。 尤其是2023年，我对民国85年，1996年嘛，我咧做国家迄阵开始嘛，哦，我就开始咧提这个法案，但迄阵咧讲一个观念尔啦，哦，因为国民大会没有提案权嘛，哦，迄是立法院的代志，但是阮伫国民大会内底，我当时就甲迄阵就甲民进党甲国民党有讨论这条，哦，的不在籍投票，因为这是完全违反人权的。 啊，尤其咱虽然不是国际公民权利的那个国际条约签约属国，但是咱中华民国一直拢要遵守这个条款，咱不是签约国，但是咱签约国，咱即马伫公民的政治权利内底，唯独这项尔，就是不在籍投票。啊，对我可能咱观众朋友到即阵嘛无讲真了解，我凊彩讲一项就好。 咱咧做兵的人，哦，伊去做兵是为了国家对无？伊投票，那总讲伊是在营，袂使出来投票，他要留在营内。你凭哪一条要不准他投票？起码应该是会使吧？袂使，
即摆嘛袂使吗？袂出来当投票，内底袂当投票。无啦，内底袂当投票，会当请假出来投票。爱看伊有放假无啊？对啊，就放假会使等去投票会使，啊，他要留一定的兵力啊，你别装走了迄阵老总阿强来要安怎？哇！啊，这边就唔是即阵才袂使投票呢。无啦，以前我知啦，最中华民国开始到即摆拢袂使投票。我想讲盘古开天，甲即摆还无改过。无改过。啊，第二个，哦，咧做家做家的人，关伫内底的人，伊没有被褫夺公权哦。哎，有一寡人就被褫夺公权。有迄个天大的袂使投啦哈。不，伊是讲褫夺公权啦，但褫夺公权伊是出来的时阵才开始嘛。伊伫内底，不管你有褫夺公权无，拢总袂使。第三个，你去国外读册，这是做歹代志吗？啊，哦，比如讲恁囝哦，你互伊去美国读册哦，啊，伊去美国读册，啊，为什么袂使投票？啊，你讲你都无伫国内，我蔡老师伫美国读册嘛，你伫美国读册，侬敢要投票？我拢倒来台湾投票。是啊，你拢倒来台湾投票嘛？但是伫中国袂当设投票所。不，即摆是做一个拢袂使。对，我知。我讲一个一项就好，吼。印尼，咱即摆台湾做个印尼康复。印尼丁尼会使投票权。印尼人伫台湾投票，选因国家的总统。啊，咱连印尼都不如哦。咱是民主发达国家呢。来，我想我插一个话，我先解说一下啦。一般今麦不在籍投票这些物件吼，你讲通讯投票一般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啦。吼，台湾目前的状况就，到你可能拄啊蔡老师要讲的啦，第六个台商啦，吼，什么吼，你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并非出于自主意识，吼，安来讲，吼啊蔡老师讲的迄第六别当设投票所，这一般立委应该嘛无意见。即摆比较较好做的是讲转移投票，比如讲我户籍咧高雄，我咧台北会当等，吼。那么讲即摆上大问题咧答，你知影？是讲离岛的，吼。你若到时讲平湖上大票仓咧高雄，吼，啊金马咧桃园，吼，离岛的立委无爱啦。吼，比如讲，我毋是讲金马的人咧决定我爱立委，是讲桃园的人咧决定我爱立委啦。互你即摆讲到重点啊嘛，不管安怎考虑，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还是民众党也好，大家拢考虑的是啥物？毋是人权嘛？我头拄讲的是人权哦，大家拢讲的拢是调啦，我会调袂调，所以对我有利还是无利？咱咧定法律会使定袂？会使袂？我问一个原则尔啦。老师足生气的，因为我讲20年啊，讲啊几啊十年，这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嘛，会使甲袂使嘛。啊，咱换蔡老师来生气。是啦，就是讲伊要世界六大洲吼，你若要设，就全部拢爱设呢。就是讲你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因为台湾是。温准你有相同的信任哦。蔡老师，嘿，我设伊是讲通讯投票。我知啦，我意思讲，你得爱全部拢爱设哦吼，你爱对外海外岛的拢嘛爱倒来，对不对？所以这我感觉这事实上有困难啦吼。啊，但是就是讲，咱上烦恼的是讲，伫中国的部分啦，大家讲啊，台商遮济啊，现在因拢袂当投票。按照林权的主张嘛，伊咱应该当投票，但是咱是无正常的国家嘛，受到人的危险嘛。伊会甲你安那做一回，后来我决定，吼，甲你爱投啥物人？蔡老师，这点我无法度同意。你讲的我大部分拢同意，但这点我无法度同意。我中国的部分，要安怎讲呢？啊，但是伫国内，你听我讲啦吼，伫国内的部分就是讲，咱会当思考，吼，你住伫外县市，吼，啊，是毋是会当用这个方式，对大家当讨论啦，吼，啊，但是通讯投票，吼，用通讯的问题，就是讲，因为美国嘛是有通讯的投票，但是迄内底有可能就是讲有真侪。技术性的问题啦，吼，啊，若到时产生了，啊，有的人感觉讲，哦，啊，这有问题，吼，迄选举，咱台湾的选举吼是用传统的方法啦，啊，美国人来看讲，啊，这哪遮旧的方法，但是投起来，哦，咧算真准啦，
哦，我意思不是讲袂当讨论，迄当讨论，但是伫国内的部分，哦，大家先讨论，哦，海外我刚才何其他讲的，哇，迄真啊阿丁子啊，应该跳起来吧？我看是。我无咧管迄阿丁子，也是阿三哥。我就是学者，我就一定。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人权可不可以打折嘛？可不可以方便跟不方便嘛？哦，如果美国人在台湾可以通讯投票，台湾人为什么不能通讯投票？那有技术的问题，歹势。美国嘛是同款有技术的问题。我搁甲你讲哦，美国可能技术搁比咱较退步。为什么？伊国家伤过大。对，伊的投票技术比伊的技术问题比咱的技术问题搁较复杂。但是人咧做，你讲内底拢无舞弊，拢无问题。No，迄川普，尤其是2020年，啊，川普话有够大声，对无？人拢会使做，咱袂使做。尤其我头拄有讲着，伫部队咧做兵的人，我伫部队咧做兵，我是为着咱国家呢。啊，讲因为我在营，我袂使投票，这点我较想嘛想无。哦，这可能爱真讨论哦，啊，敏宏哎。我基本上是同意说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的，而且要保障嘛。可是因为它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同意，我觉得分阶段实施啊。你这个国内先这个各县市先转移。对啊，对我来讲，我台中人。好，我嘛死嘛，我这台北市的人对不？啊，所以但是你卖安尼啦，我是安尼感觉，我台中人，身为台中人，死为台中鬼，这样子嘛？有人这样讲。以前有没有建南北的对啊？但是我的工课呢，拄啊好就是选举的时阵上无用，所以我就做要投票足麻烦、足困难的嘛，所以我嘛是赞成讲各管区会用伫所在投票嘛。我感觉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啊，就是讲这是保障人有投票权的这个方式嘛。啊，存这个军中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啊。如果你这个整个军队整个一个逐渐国家化的同时，这也不用去担心什么国民党在军中做票的时阵，其实嘛用放宽嘛。依早就是大家怀疑讲，你国军唔知是会安怎袂安怎啦哈。所以这应该是还好吧。对啊，我说国家化。我讲一个例吼，我先插播一下吼。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去做兵入伍。如果我头一天，伊就喺传来互我截图互我看，我讲这是啥？伊讲阮是阮囝即年的家长的群主啦。即嘛家长的群组也有哦。我看到邮件内面的家长，内面拢写，比如说偷谁？叫做幼启妈、幼启爸安尼咧。对。这个群组，我讲这是恁家己自主成立的，还是无啊？破的成立的啊？是啊，所以说有那种纪律在的地方，你要统一设投票站，我觉得那个东西。无，我的意思是讲，即摆这个部队可能跟咱以前咧做兵的时候已经完全无同款。完全无同款。啊，搁另外一个吼，因为我伫学校咧教册吼，学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因伫学校咧读册，为什么？到投票的时阵，就一定爱登去因厝里投票。啊，候选人为着这吼，候选人较早的时阵，拢去雇用游览车，来台北，哦，啊，载遮学生哦，登去，啊，到尾讲袂使，安尼可能有买票嫌疑，袂使，哦，因就讲台铁啦、台汽啦，啊，或者是基本是什么公司啊，哈，拢给他优惠，哦，叫因登去投票。我每一届看到迄学生咧抢票的时阵，我就在想讲，为什么要抢票呢？所以我就刚刚你用分阶段，你好好设计个投票箱不行吗？不是啊，你就分阶段嘛，你就统一在各县市都可以投，也不用在特定的地方
本来在学校投票所本来就是在学校里啊，只是没有学生的户，不是学生投票而已、啊。他是回家投票我刚的。刚听四位哦，咧公告这个不在这个投票，我会当料想讲，这地方伊内面这点哦。我来讲，这题袂过，因为这个民众党提呢，国民党没有提。国民党政治因素对，国民党够有陈玉珍，所以就这袂过。今嘛是讲吼，在国内转移投票大概拢有共识啊。吼，我又唔讲我讲嘅困难，就是我讲嘅离岛咧。吼，啊离岛迄立委被同意啦。无你讲转移投票嘛无投票安全的问题，吼，嘛无拄啊蔡老师怀疑的忠诚的问题，吼，啊学生嘛方便。因毋过我讲嘅困难地拄啊遐。陈雪生、陈玉珍先生，哦，这两位啦吼。不过还有其他，咱就爱选。白河嘛是共款啊，我用白河嘛是高雄，拢咧高雄啊。不过真的，真侪人拢咧高雄啊，比如讲高雄决定澎湖的政府啊，唔是讲金马尔啦。来，但是因为吼，国民党讲新会期民生为主轴，优先推动7大民生法案，而且因的党主席也对这华府的智库来表示讲啊，我唔是 trouble maker 啊。哦，那因开始要改变作风啊吼！我是看这党主席讲有他叫着这个布坤奇讲，咱就爱较有迄个老师，你认为这个气氛敢会安尼从此来转变？转变啦，这种变做较和谐些。到即阵为止，我是无看到这款的机。即摆到即阵为止也无，但是即阵无不代表讲明年也是安尼这事情都心乐观。迄无一定吼。因为政治是随时会变，尤其咱头拄咧讲不在籍投票的时阵，大家讲到啊嘛。哦，原则是恁咧下下教册人、教册人，恁咧讲原则吼，阮咧考虑拢是政治实际利益。啊，讲到政治实际利益，随时会变。哦，所以但是但是到即阵为止，我无闻到讲调野会使协调的问题。哦，即摆我看到国民党提13个案嘛，优先法案、重要法案啦，民众党17个嘛，民进党嘛可能10几个，安尼我甲看伊的交集，三党看起来有，就拢想要讨论的，比如讲 AI。因为即摆 AI 真强啊，大家拢要蹭这个问题，大家要蹭这个问题啦吼。啊，个迄个咱头拄讲的，讲发现金的迄个破发现金嘛，大家拢会欢喜的代志啊。迄对执政党来讲会头疼哦，因为好不容易有5、6千亿的超收的税金嘛，哦。会使来活用嘛？啊，即马看起来，我是看到即个民众党上后尾一个上趣味，叫玉顺法啊，玉顺假，玉顺假，要饲孙吼，还有放假，对，玉顺假，这我是民生，这算了，这太夸张了吧？你玉顺那应该是退休啊吧？如果玉顺假，这不一定哦。我即马吼，人总世代啊，我即马看起来吼，有一条真重要，因为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有提啊，核电，核电要不要调整？哦，你看吼，欧洲即马欧洲，尤其是德国，这届新的政府还没有完全组成呐。投票投了，基民党哈，因基本上这届咧投票，这届就提票提上济29%，迄个党魁可能是德国今后一届的总理哈。伊上重要就是改变德国的核能政策。本来欧洲最反核的就是德国，但是他的核能政策也变了。我唔知咱执政党、民进党会变未？但是核能政策可能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10年到20年的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老师吼，这阮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拍死界的这个部分吼，爱向先提楼梯落来，吼，大家即摆看起来拢应该拢知影讲这种拍死界啦、死期啊，应该爱有人先最楼梯提落来吼，盖落来民主爱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这个新法案，这个新会期咯，你一面外面咧吵呢，到有通好好啊，搁一边搁用旧的，一边搁从
这个你的预测是啥？我的看法是，迄个菜鸟啊、家家啊，因无愿意放下啦，就是讲吼，这个问题一直立法院通过一个复议案，就是复议这个复，毋是迄个复哦，哦，意思讲，伊甲这个复议案，意思讲因已经有提这个议啊，大家莫过来重新考虑啊，就是伊甲这条已经甲锁起来啊。啊，但是立法院你若透过党团协商，大家当超讲，啊无，咱应该重新来考虑，吼，啊，佮通过一个新案去压迄个旧案，安尼就好啊，毋是讲拢袂当超啦，无迄个无即个代志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吼，你伫即个过程中，你要讨论遮侪个法案，吼，你拢讲交民生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迄有诶交民生无才有关系呢。你无写伫遮，伊要通过一个国家安全阵容法呢。哦，迄交民生是无关系。对，我知。对，伊有提名这，伊有提这吼，伊讲伊优先法案啦。13个内底无一条。对啊，我知啦，但是因有提要这就毋是民生的法案嘛。中培的部分，吼，啊是选罢法，我就讲过，伫即个任期内底袂使去改选罢法，改有较严的，迄种违宪嘛。啊，佫有即个讲吼，你抬939亿无够，你举刀啊，你家己抬。佫有即个，这嘛是违宪，是安怎？因为行政伊无法度家己抬，我是编预算，哦，啊你抬，毋是，哦300几亿啊，我看安尼无够，啊你家己抬，无即个道理啦。有个人叫举刀啊家己抬的哦，吼，讲我这统山，吼，即个无即个道理啊，啊家己讲家己对啦，啊事实上你就是爱解决即个问题，啊你毋解决，你向罢免是拄啊好尔。别人罢免你吼，你讲这种恶霸。所以老师，我大家甲你问讲老堆伫倒，你甲我回答讲就罢免拄啊。啊，因为你若无爱解决，就一定有人会一直继续罢免。你今仔来讲哦，啊无恁大家过来敲看嘛。咱即摆是对，要偷迄个干嘛？我知，啊要偷迄个干就是讲，是毋是删了有较过分的，你甲调转来吼，95%这个伤害嘛，吼，意思包括这是监督你的机关哦，这是监察院哦，行政院中部的办公室嘛是啊，规个拢无啦。哦，拢无法度胖啦！我甲你讲啊吼，我要讲的意思，你甲即个偷开，吼，莫讲感觉讲你见笑点上去安尼啊！你无要紧，人民嘛会看会到嘛。但是你若讲无要紧，一条一条来，啊，结果伊拖拢无爱用的话，到时你用罢免，你嘛袂当怪别人啊。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吼啊，最简单的道理，你若真罢免，袂使假罢免，袂当有迄个过身呢，在世迄拢无去签名，结果你甲放伫内底，这就是假罢免。这就是假罢免，哦，啊你，我讲真罢免做了工的啦，吼，啊若假罢免是无采工啦，这足简单的道理啦，吼，莫理解。我你即摆就看讲啊，这会期到底是啥物会期嘛？我讲的嘛，到底是去跨界民讲的罢免会期啊？罢免会期拢免讲法案啊，对不？你讲要讲什么法案？对不？也是讲你真正要来讨论法案嘛？我讲这会期吼，因为国民党因为大罢免的关系吼。是较站直啦，较乖啦，我讲了嘛，站直，我讲了，你有乖，你就直接来宾吼，我讲完，我第一讲几啊届嘛，吼，讲就是讲立法计划嘛，吼，你看顶两会期的时阵，拢嘛是讲到尾啊，时甲你突然甲你讲啊，母这出来，母迄出来，对不？原来嘛无讲国会改革，啊尾啊生出来讲国会改革，啊原来嘛无讲选罢法，吼。嘛无讲迄限速法，做咧咯。啊，这回期至少吼，甲你提13个出来，互你看。吼，要毋过我也要讲就讲，伊嘛是做了，较因为这回因为罢免，所以这里面很多讨好的法案，很多同法案。要毋过伊个嘛是个做了无有啊，因为我讲，伊原来讲这13个嘛吼，啊尾啊昨我甲你讲国军的要加薪，要加薪呢？吼。迄条啊嘛啊讲这嘛要坑个啊，就是讲你原来在做计划的时阵，你就不周延嘛。过来就讲拄啊讲超收迄代志，吼超收5000多亿对无？因为以前嘛摕一个种每人普发1万，吼，2万哦，1万呐，1万呐，伊另外个一个是预算法的修改，因为。超收这代志是安尼，就是讲你讲这是过去5当拢超收真济，吼。民进党原来拢讲吼，你看这是阮经济做了偌好，迄毋是啦，迄是讲表示说你财主单位在做预算时候乱做啦，吼。
你乱做嘛，你用政府的财务规划没做好嘛，那也讲，一直操作到5000亿，你今年医生才3条呢。不要紧啦吼，就咱来干骂讲，你在这个财务还是主计，恁无做好，啊恁就做好，但是咧这加出来的钱是不是应该来？所以我继续讲嘛吼。所以讲国民党即摆变讲2个案嘛，一个讲一个发1万嘛，1万，吼，这就是讲你即摆变拄到把柄的时候，你要直接讨好选民，我感觉这是袂通的啦。咁讲你另外一个案是讲预算法，吼，你以后你哪能够操作到一个程度的时阵，表示你主计处没有规划，你唔知钱要安怎用，迄阵我就发互大家，这就较有利嘛，对不？即摆问题是讲。你国民党同一个代志，你提2个优先法案，对不？你2个你可以等去瞧好，对不？你那会安尼提？就我讲立法计划就是安尼，你应该做好讲，我这会期我唔是画画尔，我是真正要安怎过。所以你爱搞你条文啦，你什物件拢爱先出来啦。你就是讲，我那时候国会改革为什么有引发争议？就讲。你要甲我讲，你要过时，你嘛无讲我你要过啥？吼，这回期上无是讲较清楚来讲，我是要过啥回？我要过肉汤，吼，有一寡是肉汤，有一寡毋是啦，吼，上无有甲你讲清楚，讲我要过啥？即马是你即马调亚这氛围，这个敌对的氛围没有改变之前，民进党的优先法案是会当免看。因为就是袂过，你无要讲嘛，你无要讲瞧的时阵，迄就免看来看就好啊，就是看就好来变哦。因为其实什么国军加薪案，还各有什么1万块，这东西立法院不得为增加预算之决议的，根本不可能会过嘛。那你说这个广发1万块，大概就是讲你惊罢免，然后呢，所以大家发1万块，你就收买嘛。你毋是想要选民讲，你莫罢免我互你1万块，你敢好听？是啊，3倍券、5倍券的时阵嘛是安尼领过来啊。我跟你讲，那个没有违宪的，那种特殊的情况，那是行政院提请。没有，3倍券、5倍券也是立法院的，拜托。没有，那个是行政院有提案子那个不得为增加预算之子啊，不得为1万块是你立法院自己提的，不是。而且我告诉你，你要广发现金有个预算法，你的预算目标要达到120%，现在只有116%，并没有达到要发1万块的这个法律规定哦。我是反对，所以你不要做法，我不是赞成，我无赞成。不要那边争辩哦。你为什么我讲话他来动我说你没有阻止他？别，来，好，你讲完嘿。对嘛，我就说这个立法院要增加预算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违宪的事情嘛，你可以去请大法官来解释。但我觉得说，这样的气氛就是双方拢行到已经是死局啊啦，对吧？我感觉讲，你民进党一边你们一直放说这个是中共的什么或是怎样，我觉得对方一点嘛是足生气的。虽然你有一寡什么柯文哲的简讯什么，的确有干预到咱2024年的总统大选，无唔对，但是你。一直操作这个议题的时阵，我想报困期无上去嘛，足困难的啦。那所以说不过你国民党甲民众党过去1年的迄种选议审或是新法案的态度，嘛是大家无办法接受的啊。尤其是你选议审，你选甲家己，你心甲家己拢违法。你要对下面人交代，你莫讲什么行政立法关系，你立法院自己审预算审到违法，你自己不修正，你还有脸出来骂人呐？我解决好不？我解决好。我要改水就是讲，立委不得为增加预算之意，唔是安尼改水，迄是我完全是总预算内底。好，我讲上简单啊，立法院立的每一个法都要花钱，拢爱开钱啊，每一个法都是增加预算之意，那不是。我今天来讲，你比如说我体育刚成立的体育运动部好了，好，当然那是行政院的提案了，好，我立法院我立委提案，我改其中一条，是不是增加预算？每一项代志，每一项法案内底都是钱啦，无一个法案无钱的啦。这就要让老师来解说一下哈。我讲吼，就是讲
伊这个超收这个物件，这个名词是唔对的。迄就是讲哦，今年先啊会生遮侪经营，是因为税收有较好，唔是讲政府一定要编预算，讲多符合迄个迄个物件，那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啦，完全错误的概念，就是讲哦，政府就是讲爱编这个预算，多符合迄个观众税收。应该拢真了解。嘿，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物件先啊袂当通过一个法案去增加迄个预算。第一，你得要先查迄个预算伫对，预算法就规定咧，毋是讲吼我国会就通过一个法案，大家来发1万伤少啦，干脆发100万好啊。就是嘛，因为我讲，那照安尼，因为1万伤少嘛，吼，我意思就是讲，伊这就是违法，过去就有改税过啊嘛，宪法的改税内底就有写，立法院袂当通过这个物件，袂当家己去找讲吼，迄个其他的项目啊，搁要增加迄个预算，这拢有改税过啦，吼，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的意思就是讲，这最简单的道理。大家来照道理行，吼！你茫是讲好，我会当，我足大的，我太上国会，我大家拢会当做，无这个代志，哦。好，所以来，柯老师，咱吵得真闹热吼。我看大家咧吵啊，真闹热。来，因私底下拢压手我知，我拢熟悉足久做好过，我拢知影哈。啊，我想着啥物呢？我想着即摆美国，即摆美国有一个新的机关叫做政府效率部啊，政府效率部，英文叫做 DOGE 啊，伊做足侪代志，到尾啊，美国法院就跳出来讲袂使，你这违法。可是，但是呢，2礼拜10天了后，美国的法院搁较悬的法院同意讲，驳回，讲会使啊，做你去做啊。咱讲 USAID。国际开发总署哦，这个机关，规个机关向来拆去，规个机关，啊，这两天大家看电视新闻哦，你会使看到遐个公务员哦，摕一个卡啊，面啊穿包款的出来，啊你好，啊，为什么伊会头路无啊？政府咧安尼做，啊，法院开始讲袂使。正常是袂使啦，然后我讲实在话，法治国家袂使，啊，但是到尾啊会使，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美国的民意调查，100分开始啊，即马可能无遮悬啦，但是当开始的时阵，未做的时阵，76%的美国人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预算内底可能有足侪物啊是咱唔知的，有诶无诶，哦。啊，每一年喏，那加国会啊，做一个艺术节，甲删起来。所以你看，咱国家预算每一年拢增加。啊，今年应该讲去年啦，吼，咱审咱今年的预算的时阵，大家拢知影嘛，吼，讲删除的比例6%多嘛，哦，是历史的上悬呢。但是春来，即马政府已经提出来，嘛是历史上济，所以你看，砍掉6.6%了后，老师这真歹讲，因为当年吼，咱物价啦、通货膨胀啦，部门会增加事务，即政府愈来愈重大。我甲你请问诶，咱去年的 CPI 物价指数，偌济？这我无2.6，美国偌济？讲免讲伊去年袂歹，3点外尔。因预算有增加偌济？去督偌济？即马头拄讲袂使家己督，即马督治，即马是啥？督治是国会吗？毋是啊，伊是政府的，足奇怪一个机关，无伫咧编制内底一个机关，督偌济？有一寡机关，规个甲你督了了。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就是你的功能无好，你过去无做代志的，或是代志做了无好的，歹势，你的预算业务必须要检讨，这是当然的啦。这是当然的。当然啦，咱讲实在话，今年咧审预算的时阵，有一寡机关督了伤过。我是感觉连委员会的内面都无咧好啊讨论，即马要安怎？剩一条路尔，就是追加减预算。这我早就咧讲啊，毋是咧呼吁，头拄互你有讲到，你咧呼吁的时阵吼，呼吁的时阵，你是规包接收，
还是规包单调？啊你别让这插内底面啊咧，你面内底你预算内底一项要去调的时阵，一定是追加减预算。哦啊，追加减预算，即马时间拄啊好。正常的，因为今年预算打开始嘛，差不多拢是上半年，就是差不多5月到6月时阵。啊，咱立法院这个会期到6月结束。啊嘛，还紧呢，卡就要紧呢。所以啦，莫去差别个。我这老师讲的一句话啦，吼，你讲像行政院家内底讲党产会3偌济啦，吼，我今麦跟你讲，党产会今麦开的可能比追回来的更较济啦，对不？你今麦党产会需不需要维持，还要继续？你就讨不到钱了嘛？该讨的都讨，你爱开偌济钱，像这种物件是不是要检讨？好，我们什么时候去不断的增加啊？我们什么时候有去砍过这些东西？对，这不是应该检讨。趁这个时阵，大家好好检查一下，嘛是一种好处啦，吼。对啊，就是讲吼，你若是拢无尿布，拢甲别人尿布的时阵，拢嘛无可能啊。两个拢爱尿布无唔对啦，吼啊，但是袂当讲啊，我拢无唔对，哦，我手势拢无，我应该去抗硬，袂使伤软，因为意思是安尼，讲3了无够，各有人提出来讲3了无够。